50岁生日这天，我提出了离婚，因为我发现过去20多年里，我在家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我老公却和白月光在外面享受生活，成双成对。林姐，今天又买这么多菜，做点好吃的，给老公孩子补补身体。你10几年如一日的为家里操劳，我们可都看在眼里。你老公有你这样的老婆，孩子有你这样的妈妈，是他们的福气。只要一家人幸福，这点付出不算什么。我操，这是哪位大佬微服私访？6辆劳斯莱斯，这也太富了吧！大小姐，陈叔，你这是干什么？大小姐，我已到退休之年，鼎盛集团是您母家京城林家的心血，不能无人掌舵。为此，我恳请您回去接手公司。陈叔，我已经习惯了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无心接管公司。再者，公司不是有志远坐镇吗？他是林家的女婿，交给他我放心。您的意思是要将鼎盛的最高管理权移交给苏志远先生？没错，今天是我的50岁生日，我得赶紧回去做饭庆祝了。这件事情你处理就好。回来了，你们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公司应酬多，实在走不开。给，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生日蛋糕。妈，50岁生日快乐！哎，你们快去做，我去把菜热热，很快就能开饭。这么多年，志远总算知道浪漫一回了。你们快尝尝，这汤我炖了4个小时呢。怎么，是饭菜不合你们的胃口吗？要不我再去做几个你们喜欢吃的菜？不用了，我们在外应酬都吃饱了，这些你自己吃吧。哎，爸，你不是还给妈准备了生日礼物吗？赶紧拿出来呀！是啊，爸，别卖关子了，快拿出来。差点忘了，生日快乐！都老夫老妻了，还整这出？妈，快打开看看。怎么会是围裙？这就是你送我的礼物？是啊，我想着你整天在厨房忙活，给你买那些金项链、钻戒的，戴着也累赘，还不如这个实用。而且你看，这围裙可是不沾油材质的，我跑了好多地方才买到的。妈，你看爸对你真好，公司那么忙，还亲自去给你挑围裙，这才是送到心坎上的礼物呢。是啊，妈，爸对你太用心了。现在的成功人士，谁还亲自给老婆买围裙啊？您2位的感情真让我们年轻人羡慕。应该的，只要你们妈高兴，我费点心没什么。你们先吃吧。怎么回事儿？好端端的，你妈怎么还耍起小脾气来了？您别理她，我妈估计是更年期到了吧。对了，爸，还没谢谢您呢。要不是您通过鼎盛集团给我们介绍人脉，我们公司根本拿不下1000万的材料订单。是啊，爸，我们敬你一杯。喂，小曼，怎么了？志远，你今晚送我的那条钻石项链，我好像忘在你外套兜里了，你快帮我看看在不在？什么？行，你别急，我这就去帮你看看。爸，曼姨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做什么？说是项链忘在我外套了，让我看。不好！原来这条项链根本就不是送给我的。家里怎么还有一道这样的门？难怪这些年来你总会花不少时间待在书房里不让我进来，难怪当年装修这套房子的时候你不让我插手。原来你早就在我们的家里面建了一个你跟别人的家。苏志远，为了拍一张见家福，我求了你20年，可你不是说忙，就是说没必要。原来你的时间和必要都给了他。
苏志远，这个女人是谁？为什么这20年来每一次生日你都陪在她身边，还专门在家里建了一个密室给她？谁准你进去的？林婉，这是我的私密空间，你这是在侵犯我的隐私，懂不懂？隐私？苏志远，你把这些恶心的东西藏在我们卧室，藏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我？你这分明就是在挑衅我，是你背叛了我们的婚姻。你别满脑子龌龊思想，我和曼曼只是普通朋友，我们之间清清白白，这些照片只是纪念纯真的友谊。是啊，妈，秦阿姨就是爸一个多年的好友，您就别瞎想了。秦阿姨，所以你也认识她？我读书那会儿联系导师，还有公司材料的推荐信，都是秦阿姨在背地里不求回报的帮我，要不然我哪能像现在这么成功？给她建个房间又怎么了？妈，您就别无理取闹了，要是这事儿是传到秦阿姨耳朵里，多尴尬呀！苏晴，我可是你妈，可你现在居然帮着外人来教训我。苏志远，你自己在外面乱搞也就算了，居然还带坏女儿，你还算是个人吗？你嘴巴放干净点，我什么时候乱搞了？这些脏东西不配留在我的家里！你疯了！老婆，你没事吧？晴晴，对不起，妈不是故意的。走开！妈，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副疑神疑鬼的样子？我爸和秦阿姨本来就是正常社交，却被你说的那么不堪，你让我们以后还怎么见他？我疑神疑鬼？难道不是吗？秦阿姨可是鼎盛集团的人事主管，和爸共事20余年，他们若想发生点什么，早就发生了。还有你什么事？我看你就是在家待久了，没事干闲的，才会生出这么龌龊的想法。我女儿说我龌龊，你呢？你也觉得我龌龊，我不知足？我怎么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太太的生活，钱你随便花，我已经对你够好了，你确实该知足了，别动不动就找事儿。衣来伸手，苏志远，你说这话不觉得可笑吗？自从嫁给你以后，我一天都没闲过。你每天早上喝的粥要熬3个小时，换洗的衬衫必须手洗再熨烫3遍。这个家里里外外连地板缝里的灰都是我跪着擦干净的。你说我闲？我虽然没出去挣钱，但我在这个家里当了20年的保姆、厨师，全年无休。林婉，你现在是要跟我算账是吗？全天下谁家老婆不做家务，就你矫情是吧？这些本就是你该做的，难不成我还要按月给你开工资？哼，真要那样，我娶你回来做什么？不如直接去请个保姆。在你眼里，婚姻就是一场廉价的雇佣关系吗？苏志远，我当了20年免费保姆，我带给这个家的一切你都看不到吗？少跟我瞎扯，大不了以后我每月给你开3000块钱工资，行了吧？苏志远，你还是不懂，我要的从来不是钱，是尊重，是我作为一个人应得的最基本的尊重。妈，爸现在在鼎盛地产正处于升职的关键期，我的公司也马上步入正轨了。等过阵子我有钱了，每个月打给你2万，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就别再闹了，行吗？难怪你这么偏帮你爸，原来是他要升职了，能给你带来利益，而我只是个可以被你随手丢点钱就打发走的没能力的佣人，是吗？可你别忘了，当年是谁忍着剧痛10月怀胎把你生下来的？行行行，是你生下我，我对你感恩戴德。那你现在到底想怎么样？我要离婚，苏志远，准备好离婚协议书，往后我们再无关系。爸，妈该不会动真格的吧？是啊，爸，您快劝劝妈呀！哼，让她走。她养尊处优20年，离开了我，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看着吧，不出3天，她就会灰溜溜的回来求我。老婆，妈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她得回来帮我们接孩子啊！我公司每天一堆事儿，还得卡着点来接乐乐，我都快累死了。老公，你再忍忍。爸说了，等妈过2天没钱花了，肯定得灰溜溜跑回来。爸爸，外婆在那里。那是鼎盛地产的陈总经理。老婆，坏了，我看到妈跟鼎盛地产的陈总在咖啡厅见面，他不会是想举报爸出轨，狡猾爸升职的事儿吧？你快给爸打电话。小姐，您突然约我，是有什么急事吗？陈叔，今天我约您出来，是为了苏志远。我猜您也是为了他，毕竟20年前
您也是为了苏志远来找过我最后一次，就再也没联系过我。陈叔，这是苏志远的简历，请您一定要录用他，但千万别说是我的意思。小姐放心，您吩咐的事情我一定会办妥。不过我有一点不明白，您为什么不让他知道您是苏氏千金，是鼎盛地产未来的掌权人呢？志远这人自尊心强，身上有一股子常人难见的拼劲儿。我不想让他觉得自己是在吃软饭。等有朝一日他的能力够掌管整个鼎盛地产，我再告诉他我的身份，他心里也会好受些。不得不说，小姐您当年的眼光不错，苏志远现在的能力确实能够胜任鼎盛地产总经理之人了。我这就让秘书准备委任书。等等，陈叔，我今天来找您是要告诉您，我准备和他离婚。什么？离婚？是的，他出轨了，对方就是鼎盛的人事主管秦曼。简直岂有此理！小姐，您等着，我这就回公司把这两个没用的东西开了。不，陈叔，这样太便宜他们了。我有更好的办法，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小姐的意思是，就按小姐说的这么办。妈真是疯了，她去举报爸，毁了爸的升职，对她有什么好处？爸要是倒了，咱们全家都得跟着喝西北风。这个疯女人，我看她是想鱼死网破。我养了她20年，到头来她在我背后捅刀子。爸，现在怎么办？陈总要是真听信了妈的话，您的升职信可就变成辞退信了。立刻给你秦一打电话，他是人力主管，公司有什么风吹草动，他最清楚。最好让他再去探探陈总的口风。好。喂，晴晴，怎么了？什么？林婉来找陈总了？别担心，你爸的业绩在这儿摆着，她一个家庭妇女，掀不起浪花的。我这就去帮你们打探一下情况，有消息马上回你。陈叔，你说我这样做是不是太绝情了？我们终究在一起20年，还共同孕育了一个女儿，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不信他对我一点真心没有。小姐这是后悔了，但她背叛你的时候，可没想过你们20年的夫妻情分。你说的对，我给了他20年的安稳生活，是他自己不珍惜。你回公司按我的要求，先照常发布他的升职通知。至于另一件事，等我的消息。好。陈总，您刚才去哪儿了？我一直找您都找不到。我去哪儿，还轮不到向你一个下属报备。陈总，您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哼，立刻去把苏志远的档案资料调出来，送到我办公室。调档案？陈总，是不是有人在您面前说了什么？苏经理在公司兢兢业业20年，业绩大家有目共睹。要是为了点家事就否定他的工作能力，要开除他，那对公司可是巨大的损失啊！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谁说我要开除他了？那您调档案是？我让你找资料，是要做人事委任。苏志远这些年表现不错，我决定升他当采购部经理。升职？真的？苏志远升职，你这么高兴干什么？你们俩什么关系？陈总说笑了，我们是大学同学，又是多年的同事，我这也是为公司留住人才感到高兴。哼，立刻去组织委任大会，明天上午10点，我要在全公司面前发布任命通知。是，我这就去准备，保证办得体体面面。喂，志远，是我。曼曼，怎么样？林婉那个疯女人是不是在陈总面前告我黑状了？陈总怎么说？我没见到林婉，不知道她有没有在陈总面前说你坏话。不过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陈总刚才亲口交代，要我组织委任大会，明天上午10点，在全公司面前正式升你做采购部经理。这说明陈总还是更看重你的能力，并没有听林婉的片面之词。
真的，这简直是太好了。志远，以前你总说自己配不上我，如今是不是？曼曼，你放心，等明天升职的事儿尘埃落定，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行，那不说了，我现在就去组织委任大会，明天我再亲自庆贺你升职。爸，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你秦阿姨说陈总发话了，明天要升我做采购部经理。哎呀，爸，这可是大喜事儿！以后您在鼎盛地产采购部，那岂不是呼风唤雨？我就说嘛，妈一个家庭主妇闹不出什么风浪，现在这世道还是靠能力说话。小姐，升职通知已经发出去了，一切只待明日。辛苦陈叔了。志远，如果你现在能回头认个错，为了这个家，我可以考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林婉，你还有脸回来？正好我也有话告诉你，我要跟你离婚。苏志远，你确定你想清楚了？字都签了，我绝不可能反悔。林婉，赶紧签字，再拿着你的东西滚出我家！苏志远，我原本还想看在20年夫妻的情分上，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没想到你竟然绝情到这种地步。陈叔，升职通知照常发给他，但要将鼎盛地产总裁换成采购部经理。另外，委任大会那天我会准时出现，恢复董事长身份，接管鼎盛。为了那个女人，你连家都不要了。够了！你少给我胡乱扣帽子！我真是受够你每天疑神疑鬼、胡说八道的日子了。跟你这种人，再多待1秒钟都是折磨。妈，你别总把责任推给爸，分明是你自己心眼小，家丑不可外扬，你不懂，还非要闹到公司去，差点就毁了爸的升职。就是，所幸陈总没受你影响，更看重爸的能力，不然也不会没处分爸，还要给爸升职当采购部经理。苏志远，你真的以为你是靠自己的能力升上去的吗？不然呢？难不成还能是靠你吗？没错，就是靠我。若不是我在陈总面前力荐你，你根本就坐不上采购部经理的位置。妈，我看你是失心疯了吧？居然连这种大话也敢说！妈，你一个天天围着灶台转的家庭主妇，连鼎盛的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吧？还力推？你认识陈总是谁吗？林婉，你真是越来越不可救药了。为了挽回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这种功劳你都敢领？你要是能攀上陈总，我苏志远跪下来管你叫妈。好，很好。苏志远，是我当初瞎了眼才会选择嫁给你，还生出这么个白眼狼女儿。这婚我离。等等，先别签。小晴，你这是干什么？老婆，你不会是后悔了吧？难道晴晴还有一丝良知？若是这样，我也愿意再给这个家最后一次机会。妈，你别误会，我不是要挽留你，既然要离，就离得干净点。这份净身出户补充协议，你一并签了吧。净身出户，苏晴，你可简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眼狼。枉我10月怀胎，吃尽苦楚生下你，可你现在却倒帮着你爸来算计我，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够了，少拿这些事儿来道德绑架我，你不就生了我吗？还帮我什么了？这个家哪样东西不是我爸在外面拼死拼活挣回来的？你一个家庭主妇，除了花钱还会干什么？你本来就不该分走我爸的辛苦钱。苏志远，你也认为这个家里的财产与我无关吗？当然，这家里的一切都是我在鼎盛集团辛苦工作20多年挣回来的。你一个家庭主妇，也就在家做做饭、擦擦地，挣了个什么？妈，爸说的没错，你在这大别墅里白吃白住这么多年，爸没问你要房租和伙食费就已经很不错了。你要是真想要家产，行啊，你去起诉，我看法院会不会站在你那边。苏志远，苏晴，
希望你们以后别后悔。陈叔，是我离婚了，明天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明白，我这就秘密召集各大股东，明日委任大会，鼎盛全体高层恭迎董事长回归。大小姐，一切已准备就绪，可以去公司宣布任命了。走，苏志远，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这些年你引以为傲的一切，到底是谁给你的？大小姐，委任资料那边还有些细节需要确认，您先进去，我随后就到。林婉，你一个家庭主妇怎么混进来的？你该不会是想来闹我的升职会吧？妈，你别闹了，要是坏了爸的好事，可别怪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妈。不过是个采购部经理的任命，我还不屑于动手。不屑？林婉，你当了几年家庭主妇，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今天之后，我就是鼎盛集团最有权势的采购部经理，而你只配去垃圾桶里捡剩饭吃。听到了吗？等爸当上经理，我们家就彻底腾飞了。妈，你要是识相，就趁早离开，到时候我还能考虑给你几千块生活费。你们别高兴得太早，这采购部经理的位置，他可不一定能坐上。志远，恭喜啊！以后你就是鼎盛地产的采购部经理了。哼，林婉，看见了吗？这就是命！幸亏昨天我跟你离了婚，不然带你这种寄生虫出席，我的脸都丢光了。志远，你离婚了？那，你答应我的事……放心，该给你的我绝不食言，这是我对你的承诺。妈，你们是不是高兴太早了？苏志远，你以为仅凭秦曼这个小三儿的几句话，你就是采购部经理了吗？林婉，我警告你说话客气点。曼曼是鼎盛的人事主管，她过来发布升职通知只是公事公办，你少用你那肮脏的思想去揣测别人。我思想肮脏？苏志远，你女儿连妈都叫上了，你们亲密的比我更像一家人，你还说我恶意揣测？你这敢做不敢当的样子，简直不是个男人！你，志远，别生气，跟这种不可理喻的人计较，反而降低了你的身份。林女士，今天是鼎盛集团内部的委任大会，在场的都是职场精英，请你一个无关人员立刻离开，不要影响我履行公职。秦曼，你口口声声说在履行公职，那我请你拿出集团负责人委托你给苏志远办升职的授权书，如果没有，你就是在弄虚作假。林婉，你闹够了没有？你一个家庭主妇根本不懂职场事务，能不能别在这捣乱了？赶紧滚啊！就是妈，不，林婉，你再这么闹下去，让爸以后还怎么在公司待？赶紧走吧。林婉，看在志远和孩子们的面上，我不跟你计较，赶紧走吧，不然我只能让保安来把你嫁出去了。秦姨，别理他了，爸升任采购部经理可是大喜事，我们一起去庆祝庆祝，别让这种人坏了心情。是陈总打来的，肯定是确认最后流程的。曼曼，快开免提，咱们让大家都听这个好消息，也让某些人彻底死心。陈总，苏经理的任命书我已经交给他了，您什么时候过来？谁让你自作主张提前宣布的？人事任命是小事吗？所有流程必须等我到了亲自宣布。曼曼，陈总怎么这么生气？我的升职不会出什么问题吧？是啊，秦姨，陈总的语气好吓人。没事，陈总这是想亲自到场给你这份殊荣，这恰恰说明了陈总对你的重视。秦姨说的对，爸，您想啊，能让陈总亲自来宣布任命，这面子多大呀？陈总肯定是太看重您了。没想到我竟然有这么大的能耐。那是当然，爸在采购这块的能力，整个集团无人能比，经理的位置非你莫属。听到了吗？我爸厉害到集团陈总都要亲自赶来为他任命，我们苏家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到时候你就算后悔也没地方哭。有没有可能，陈总这么着急赶来，并不是为了宣布一个区采购部经理的任命，而是为了发布一项更重要的任命，比如集团董事长？
董事长，我在鼎盛集团10几年，就从来没听说过公司有什么董事长。林婉，你撒谎也要有个限度，别在这惹人发笑了。你这个疯女人，又在胡说八道什么？我自打进公司就没见过什么董事长。爸，您别气，我看他就是嫉妒的失心疯了。谁说没有董事长？我就是鼎盛地产的董事长。林婉，我看你是受刺激太大，脑子坏掉了。你知道鼎盛地产市值多少吗？这种大话也敢说？你要是董事长，我就是世界首富。就是妈，你大白天的做什么美梦呢？鼎盛地产是你这种家庭主妇能肖想的。算了，志远，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当了半辈子家庭主妇，什么都不懂，估计也是气急了，才在这儿胡言乱语。行，既然他想演，那我就陪他疯一次。哎呦，林董事长好！林董事长，您今天来视察工作，怎么连个保镖都不带呀？各位，新任董事长已经到了集团顶楼宴会厅，现在我们就一起去迎接董事长。林董事长，既然您都掌管鼎盛了，那您上任第一件事儿，该不会就是要把我爸和秦玉开除，再狠狠地打压我们吧？我们好怕怕啊！那是肯定的呀，咱们林董事长大权在握，可不得公报私仇吗？你们尽管取笑，陈总马上就到了，这事实的真伪自有他来辨别。到时候希望你们还能笑得出来。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爸，快看，是陈总！陈总带着高层们亲自过来了。看到了，看到了，陈总居然带了这么多人来给我宣布任命，这排场也太大了。慢慢，快跟我过去迎接陈总。哎呀，陈总，您看我这一个小小的任命，还劳烦您亲自带着这么多高层下来宣布，志远真是受宠若惊啊！这里是公司，今天我们只论公事。陈总说的对，陈总能把鼎盛集团打理得这么井井有条，一看就是个有能力的。任命书在这儿呢，陈总，您过目。现在我正式宣布，由苏志远担任鼎盛地产采购部新任经理。感谢陈总提拔，我以后一定好好干。志远，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肯定没问题。爸，恭喜恭喜，采购经理可是集团的核心岗，以后咱们家可就更风光了。爸，恭喜您高升。陈总，您是不知道，刚刚这个疯女人在我面前大放厥词，非说她自己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真是笑死人了。陈总，我在鼎盛这么多年，一直深知集团事务由您全权做主，从没听过有什么董事长。您头上难道还有个董事长不成？我在鼎盛集团任职期间，从来没有董事长。李婉，你听见没有？陈总都亲自发话了，我看你还冒充哪门子的董事长？有些人啊，吹牛也不提前打听清楚，现在被当面拆穿了，多丢人啊！陈总，既然这疯女人是个骗子，咱们就叫保安把她轰出去，别脏了您的眼。今晚我在豪泰酒店订了顶级的包厢，专门为您和各位高层接风洗尘，咱们好好庆祝一下。苏经理，宴请就不必了，而且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任职期间确实没有董事长，但从今天起，鼎盛集团将由新任董事长正式接手，公司所有员工都必须无条件听命于新任董事长。陈总，这件事怎么会如此突然？之前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是啊，陈总，这也太突然了吧！新董事长到底是什么人啊？怎么说空降就空降？该不会他真的是新任董事长吧？林董，抱歉来迟一步，让您受委屈了。林董好。这怎么可能？林婉，你竟然真的是董事长！她一个黄脸婆，怎么摇身一变成了高高在上的董事长？不，这绝对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董事长？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对，这根本不合章程。鼎盛集团这么大的公司，怎么可能让一个连班都没上过的家庭妇女当董事长？陈总，你们肯定是在开玩笑吧？就是啊，陈总，
这任命太荒唐了，他哪懂什么公司管理？陈总，就算集团想提拔新人，也该找个履历光鲜的吧？选他，难道不怕把鼎盛给毁了？放肆！你们算什么东西，也配在这里对林董指手画脚？鼎盛地产就是林氏集团旗下的产业，而林董正是林氏集团唯一的千金大小姐，她接手自己家的公司无可厚非。林氏集团那个资产1000亿的顶级豪门，我嫌弃了20年的黄脸婆，竟然是豪门千金。好啊，妈，你明明这么有钱，却一直瞒着我们。你根本就没把我当女儿，没把我们当家人，你从头到尾都在把我们当贼一样防着。你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个不知感恩的白眼狼。当年你苏志远只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连房租都交不起。我为了照顾你那可怜又敏感的自尊心，隐姓埋名，陪你住地下室，陪你吃糠咽菜，还给你凑第一笔启动资金。我为你，为这个家掏心掏肺的付出，结果换来的却是你刚有点起色就婚内出轨，换来的是女儿的嫌贫爱富。如果不是这次隐瞒，我还真看不清你们父女俩这副令人作呕的真面目。陈叔，在，请董事长吩咐。从今往后，我林婉与苏家再无半分情面，在鼎盛，一切公事公办。苏志远，你不是很想当采购经理吗？只要你以后在鼎盛老老实实服从我的差遣，这个位置我照样可以给你。婉儿，林董，你说真的？至于你秦曼，生活作风败坏，品行不端，鼎盛容不下你这样的人，即刻开除，永不录用。不，林董，我知道错了。还有你，苏晴，从今天起，不准你再打着鼎盛的幌子，在外面招摇撞骗拉生意。陈叔，通知鼎盛所有的合作伙伴，立刻切断与苏晴及周凯公司的一切业务联络。明白，林董，我马上安排。林婉，你是不是疯了？你断了我的业务，这是要逼死我啊！哪有你这样当妈的？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母亲。就是啊，哪有亲生母亲把女儿女婿往绝路上逼的？这事要是传出去，别人只会笑话你林婉冷血无情，连自己亲骨肉都不顾。笑话我？我没让法务追究你们以前从鼎盛捞走的油水，就已经是在给你们留后路了。现在你们跟我讲母女情分，你们也配？爸，你快帮我说句话呀！没有鼎盛的业务，我的公司就全完了。志远，你救救我，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你快帮我求求林董啊！婉儿虽然态度强硬，但既然肯把采购经理的位置给我，说明他心里肯定还是舍不得我的。只要我好好哄哄他，说不定他心一软就答应了。婉儿，我知道你还在气头上，但晴儿毕竟是我们的亲生骨肉。够了，苏志远，你现在自身难保，有什么脸面在这替别人求情？婉儿，倘若你当初早点向我坦白你林氏千金的身份，我们一定能白头偕老，又岂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白头偕老，你这种虚伪的感情还是留给别人吧。你当真以为你瞒得天衣无缝？你真是让我觉得恶心。婉儿，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看在我们恩爱20年的份上，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妈，我也知道错了，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去死吧？岳母，您大人有大量，饶了我们这一次吧。保安，把他们全都给我扔出去！你听我解释，妈，你听我解释，志远，我如今被开除了，想必以后在这个行业也混不下去了。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你不能放任我不管啊！你快想想办法！
我的合作全部被强行终止，公司马上就要倒闭了，现在还要承担高额违约金，债主到处在找我，我快疯了。林婉，我们好歹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晴晴更是你10月怀胎生下的女儿，你现在把我们往死路上逼，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人性？住口！要是没有林董，你们能有今天的荣华富贵，是你们恩将仇报，落得现在的下场，全是咎由自取。陈总，我们夫妻说话，请您不要插嘴。婉儿，只要没记错的话，林董已经和你离婚了。况且现在是工作时间，我警告你，立刻回到你的工作岗位，否则集团马上处分你。处分就处分，你以为老子稀罕？慢慢，晴儿，我们走。呸！狼心狗肺的东西！林董，您为他们付出那么多，我真替您感到不值。事已至此，就当是为当年的青春懵懂付出的代价吧。陈叔，按规定去下达他的处分。是。志远、晴儿，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大家，才害得你们失去了那么多。秦姨，你千万别这么说，错不在你，这一切全都怪林婉那个狠毒的女人，竟一点旧情都不念。晴儿，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你妈，要不你再去向她求求情。我可不想再去受她的气。志远、晴儿，其实我有个主意，或许能改变我们现在的处境。这办法太妙了，秦姨用这招绝对可以彻底扳倒林婉。志远，为了我们的以后，你愿意以此扳倒他吗？曼曼，这招是不是太绝了？林婉好歹和我做了20年夫妻，这么做万一出了事儿……爸，你到现在还替那个冷血的女人说话，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卡被停了，公司也完了，追债的人四处在找我，我连门都不敢出，这一切都是拜他所赐。秦姨出的这个主意根本不是为了害他，我们这叫自救。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我们全家被他逼得流落街头吗？晴儿，别说了，你爸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是我不好，我不该出这种主意逼他。秦姨，你别走。爸，你赶紧做决定啊！林婉都已经把我们往死路上逼了，你难道还要顾念和他的那点情分，以此来逼死秦姨吗？行了，别哭了，我答应就是了。不过你们记住，林婉不仁，我们不能不义。等拿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就立刻停止操作。志远，你放心，我什么都听你的，只要能留在你身边，我什么都不求。知道了吧？我们有分寸的。等一切尘埃落定，我非要让林婉那个女人反过来求我不可。小姐，苏志远今天根本没来上班，看样子他这份工作是不想要了。宁可丢了饭碗，也要陪着他的白月光，这也算他对那个小三儿有情有义了。留他去吧。小姐，我就是替您觉得不值。您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心血，结果他不仅不知足和反省，反而还变本加厉，简直不可理喻。林董、陈总，不好了，集团出大事了！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天塌下来了吗？别急，慢慢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林董，各建筑工地的工人突然集体罢工了，现在买了房的群众全都在公司楼下闹起来了。这不可能，工人的工资每个月都按时结清，他们就算有意见，也不可能突然罢工。马上去逐一排查各个项目的负责人，看他到底是哪个环节、哪个管理者疏忽导致的问题。林董，我刚才去各个部门看了，所有部门负责人都不在岗。鼎盛一向不苛待员工，到底是谁在搞鬼？走，跟我下去看看。
就是老板吧？我买的是你们的学区房，我孩子下半年就要读书了。现在你们停工交不了房，耽误了我孩子上学，这个后果谁来承担？我出于信任，一直介绍亲戚朋友在你们鼎盛地产买房。现在停工逾期，我的信誉全毁了，以后谁还敢信我？你们拿什么赔？鼎盛集团就是黑心骗子，拿了我们的血汗钱跑路。别跟他们废话了，我们报警。大家先冷静一下，听我说。集团目前确实遇到了突发的管理状况，但绝不会拿钱跑路。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集团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少来这套缓兵之计！今天不给个准话，我们就不走了，砸了你们的破公司！所有人安静，退后。谁是鼎盛集团的负责人？我是，有什么问题找我谈。陈叔，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时候我绝不能躲在你后面。警察同志，我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我们接到多方实名举报，反映鼎盛地产恶意停工，疑似存在挪用监管资金，准备卷钱跑路的嫌疑，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看吧，警察都要抓人了，肯定是想跑赔钱。今天必须赔钱！大家静一静，请听我一句话，我林婉在这里向大家保证，鼎盛绝对不会卷钱跑路，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让工地重新开工，绝不辜负大家对鼎盛的信任。事关上千户业主的利益，我们可以给你们1小时解决问题。如果1个小时内工地还没恢复正常，我们必须按程序带你走，并对鼎盛集团资产进行风控。好，1个小时足够了。开机呀！老刘、老王，这帮混蛋关键时刻全掉链子了。小姐，所有负责人的电话都打不通，哪怕是家里的座机也没人接，这分明是提前商量好的。如果没有这帮负责人带头，工人们怕是不会回工地，这1个小时根本不够啊！林婉，别白费功夫了，今天哪怕你把手机打没电，各负责人也不会回来处理工作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们做了什么？都出来吧！刘总、王经理，你们是不是疯了？这个时候擅离职守，带着工人们玩失踪，这是严重违反公司纪律。陈总，您别骂了，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什么叫没办法？就凭他们2个能把你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能拿刀架在你们脖子上不成？能在一夜之间让所有负责人同时倒戈，靠他们肯定不可能。苏志远，你别躲在暗处当缩头乌龟了，既然敢做，就滚出来见我。苏志远，原来你才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苏志远，你到底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能威胁他们连现在的饭碗都不要，甘愿跑来给你当枪使？林董，你这话说的就太难听了。我可是个遵纪守法的人，怎么会威胁他们呢？我只不过是看在过去的情分上，给老朋友们提了一点小建议而已。林董，对不住了。你也知道，苏经理是全 A 国最有能力、人脉最广的采购主管，他手里捏着无数的合作伙伴和核心供应链资源。是啊，林董，苏经理发话了。如果我们今天不罢工，以后他以及他手底下那些合作商绝不会向我们任职的任何公司提供一砖一瓦。林董，您就体谅体谅我们吧，我们都是带队干活的，保不齐哪天就得去到别的公司。这要是得罪了苏经理，失去了整个 A 国的建材权，我们以后可就没活路了。苏志远，你还是个人吗？林董对你掏心掏肺，你却为了夺权，连这种断大家后路的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你简直就是个没有良心的畜生！你们也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我也是被逼无奈啊。这么多年，我为公司殚精竭虑，可到头来却只是个采购经理，而你碌碌无为20年，却
却摇身一变成为董事长。只要你肯退一步，我保证立马让老刘他们开工，绝不耽误进度。苏志远，收起你那副令人作呕的嘴脸，直接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妈，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只要你签署这份卸任书，从此不再担任鼎盛地产董事长，并将你名下1半的股份转让给我爸，我们就收手。1半股份？苏志远，你人还怪好的，居然还给我留了1半。婉儿，我们毕竟夫妻一场，一日夫妻百日恩，离婚后财产对半分，这本来也是法律支持的，也算是我最后能给你的情分了。苏志远，你放屁！鼎盛地产是林董的婚前财产，是老董事长一辈子的心血，跟你有1分钱关系吗？你这叫敲诈勒索！陈总，话别说的那么难听，我爸这些年为鼎盛拉了多少资源，大家都看在眼里。鼎盛地产交到更有能力的人手里，才能走得更远，而不是守着一个只会吃老本的旧主。小姐，您千万不能答应他们，这2个人就是喂不饱的白眼狼，你一旦签了字儿，鼎盛就彻底毁了。陈叔，我父亲教过我，做生意先做人，我不能为了守住股份，就看着这么多工友没饭吃，看着鼎盛的口碑烂在大街上。还是妈你识大体，签吧，签了大家就都解脱了。终于，这一刻终于到了。等一下，林董，这字你不能签。这人是谁呀？好大的排场！管他是谁，突然跑出来横插一杠子，可别损害了咱们的利益。要是材料拿不到，咱们这几个月的心血全白费了。你算哪根葱？这里是鼎盛地产的地盘，哪容得你放肆？保安呢？赶紧把这个不长眼的闲杂人等给我轰走！奇怪，这个人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各位，他苏志远能提供的材料，我全都能提供，而且我保证，无论是在调配速度上，还是在材料质量上，都会比他手里的质量更有保证。笑话，我爸可是全 A 国最有能力、人脉最广的采购经理，就连全球地产材料大佬都对我爸的能力赞赏有加。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在这里叫嚣？哼，就是苏经理的实力和渠道，我们是清清楚楚的。你上下嘴唇一碰就想让我们信你，这可是上亿的工程，我们可不敢陪你一个外行人过家家。这位先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是鼎盛内部的事情，我不希望牵连无辜的人，您还是请回吧。您是顾先生？没错，我是顾烨。您就是那位掌控着全球80%高端建筑材料命脉的全球地产界材料大佬。全球材料大佬这个称号夸张了，不过别的材料商提供不了的材料，我确实都能供应，而且是要多少有多少。不可能！你撒谎！真正的全球材料大佬向来行事低调，极少在公众面前露面，怎么可能凭空出现在小小的鼎盛地产？你绝对是个骗子！对呀，那等人物我们平时连见一面都不够格，又怎会出现在这儿？查到了，你们快看财经新闻的专访配图，虽然只有一个侧脸，但这轮廓、这身形，还有这枚暗金徽章，完全一模一样。他真的是顾先生！我不信！林婉，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知道我爸卡了你的材料，就故意找来一个和材料大佬长得像的18线小演员，跑到这里来演戏唬我们是吧？就是，林总，为了保住总裁的位置，你连这种下三滥的骗局都搞出来了，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这里面有我和各大顶级地产的合照，以及我以往获得的荣誉证书。你们若不信，自己看。这些合照里的人是罗斯家族的族长，还有这个证书钢印，不可能造假。全都是真的。现在有顾先生亲自出面给我们鼎盛兜底，你们这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滚回各自的岗位上去对接项目？是，陈总说的对，我们这就去。苏经理，看来你企图用断供材料来逼林董退位的阴谋彻底破灭了。你那点渠道在顾先生面前连个屁都不是。等等，就算你真的是材料大佬，可你堂堂一个掌控全球命脉的大人物，为什么要跑来给鼎盛地产这种小庙撑腰？这根本说不通。顾先生，这也是我想问的。我们非亲非故，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还要这样帮我？这不是机缘巧合，更不是什么突然出现。林婉，我是为你而来。20年不见，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婉婉。抱歉，顾先生，我想你认错人了，我并不认识你。没关系，婉婉，你不记得我，但我记得你就足够了。我倾慕了你整整20多年，这次来，我是希望能胜任鼎盛地产新任采购经理的职位，不知道林总愿不愿意给我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顾先生说笑了，我林婉何德何能，能让堂堂全球材料界大佬屈尊降贵到鼎盛当一个区采购经理？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小姐，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有顾先生这样的大人物加持，咱们鼎盛以后的材料渠道那就是世界顶级的，谁还敢给我们使绊子？您听我一句劝，不管怎样，您都得应下呀。既然顾先生都不嫌弃鼎盛庙小，那我再推脱就显得不知好歹了。我接受顾先生的加入，欢迎你成为鼎盛的采购经理。林婉，你还要不要脸了？都一大把年纪了，还在公司里跟男人眉来眼去，不守妇德。我说你怎么底气这么足，原来是早就找好下家了。跟这种满嘴喷粪的小人废话，平白降低了你的身份，交给我来处理就好。苏志远，你嘴巴放干净点。过去的20多年里，我和婉婉没有任何往来，这一切仅仅是我单方面的单相思。我和他之间清清白白，倒是你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你手机里跟秦曼的聊天记录公之于众？你胡扯什么？怎么不敢接话了？既然如此，请你们立刻滚出鼎盛的地盘。林婉，你别得意的太早，这件事情我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你没事吧？我只是不敢相信，我竟然和苏志远那种狼心狗肺的人生活了大半辈子，还共同生育了苏晴这么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婉婉，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这次回国就是来为你分忧的，所以我想……他想干什么？万一他提出什么无理的要求，我该怎么办？他毕竟是全球材料界的大佬，我要是拒绝他，肯定会把他得罪了。那鼎盛的危机，我想马上入职。鼎盛刚刚经历这么一出，集团内部现在多少有些混乱。我作为新任采购经理，应当马上入职，捋顺上下游渠道，尽快帮你稳定住现在的局面。好，接下来的事情就辛苦你了。立刻通知城南和城西的建筑工地，德国那批高强度钢材下午2点准时送达。另外，把东区缺的特种水泥清单发给我的私人助理，半小时内调货入库。小姐，顾先生真不愧是全球材料界的大佬啊！咱们之前急得焦头烂额的断供危机，现在就给各工地把材料全都提供到位了。刚刚工长打来电话，所有停工的工人现在都已经全面恢复开工了。他的能力确实毋庸置疑。小姐，您到底是怎么跟顾先生相识的？像他这种级别的大忙人，平常人就是想见上他一面都比登天还难。您这面子也太大了。其实，我更想知道这个答案。他刚刚说倾慕于我20多年，难道我们20多年前就认识？20年前，
正好是我和苏志远订婚的时候。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不记得我见过他啊。婉婉，我已经为你找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百里挑一的男子，你就听爸爸的，跟对方见一面，聊一聊吧。我不去，爸，我不想要这种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您觉得合适就是好，但我不想。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你连见都不见，怎么知道不合适？不见就是不见，我的婚姻必须我自己做主。这丫头，小姑，让你看笑话了。我是真的十分满意你这个女婿，只可惜婉婉这倔脾气，她不愿意。林叔叔，您别怪她，我觉得婉婉说的没错，人这一辈子相爱相伴确实更重要。你的意思是，既然婉婉排斥长辈安排的相亲，那我就去向她表明心迹。我要用我的真心去打动她。好，你这孩子有气魄。婉婉最近对家里的生意开始上心了，常去公司转。你明天就去公司找她，创造个机会，好好认识一下。好的，林叔叔。陈叔叔，志远的事情就拜托你了，请务必让他入职鼎盛。大小姐，以咱们鼎盛的门槛，苏志远的学历和履历还差得远呢。你既然想帮他，直接告诉他你是集团千金，提拔他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绝对不行，他寒窗苦读20年才走出大山，自尊心极强。他要是知道真相，一定会感到自卑的。我只想在背后默默扶持他，等有朝一日他凭自己的努力当上经理了，我再把一切真相告诉他。原来他的心里早就有了别人，甚至愿意为了那个男人放下千金大小姐的骄傲。既然你已经找到了想要相伴一生的人，那我就不再打扰你的幸福了。婉婉，如果当年我能勇敢一点，没有选择出国进修，而是留下来争取你，或许现在陪在你身边的人就是我，你也不用受那混蛋这么多委屈了。原来是他。周凯，怎么又是这些剩菜？这都已经连续吃几天了。嫌难吃你别吃啊！我每天白天要出去挣钱还债，回来还要伺候你们一家，我哪来的闲工夫给你做饭？你冲我嚷嚷什么？以前我妈还在家的时候，咱们一日三餐哪顿不是4菜1汤荤素搭配？现在倒好，我天天跟着你，只能吃糠咽菜。你这么有能耐，就去把你妈找回来啊！以前家里大大小小的家。还嫌这个家不够丢人吗？来！你凭什么吼我？苏志远，要不是你当初非要作妖和这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在一起，逼得我妈离婚，我们至于过上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吗？这全都是你的错。苏晴说的对，妈在的时候，家里什么都不用我们操心。她不仅有钱有权，还处处顾家。你再看看你带回来的这个女人，除了每天在家里阴阳怪气，她还能干什么？简直连个废物都不如。
苏晴，你个白眼狼，你是不是忘了，当初我给你公司拉投资提携你的时候，你跟在我屁股后面一口一个情一叫的多甜。现在家里落魄了，你就翻脸不认人了是吧？那是我当初眼瞎，我真以为你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提携我。现在看来，你跟我妈一比，你连给她提携都不配。你这个没教养的贱丫头！爸，我妈心里肯定还是有你的，你现在就去求她，只要你肯低头认错，她看在多年的夫妻情分上，一定会回心转意的。对啊，爸，面子能值几个钱？你去哄哄妈，咱们家的好日子就又回来了。哟，去啊，志远，你不是最会哄女人的吗？赶紧去把你那摇钱树前妻哄回来。不过我可听说林婉现在风光无限，那个材料大佬天天追在他屁股后面献殷勤呢。就你现在这副窝囊样，想去哄人家，恐怕他队都排不上吧？都给我闭嘴！我都已经跟他离婚了，绝对不可能落下老脸再去求他。苏晴，还钱的日子到了，今天别想给老子装死！爸，既然你不肯去哄我妈回心转意，那你就先把我的钱垫上，先救救我的命啊！你到底在外面欠了多少钱？也不算太多，连本带利1000多万。1000多万，你把我卖了也凑不出这么多钱，你自己惹的祸我管不了。老子不管你们谁出钱，今天要是见不到钱，我就先卸你一条胳膊。大哥，求求你，求求你再宽限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想办法把钱凑齐，求求你了。行，老子就再给你3天期限，3天后要是还见不到钱，你们全家就等着收尸吧。走。完了，3天弄1000多万，这该怎么办？我们死定了！晴晴，别怕，我有个弄钱的妙招。什么办法？你快说！好，只要能弄到钱活命，就这么办。妈，我真的错了，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够了，我累了，不想再跟你们计较，你们走吧。保安，把这2个人拉出去！妈，自从您断了跟我的合作，我就欠了一屁股的债，我现在已经受到惩罚了。我发誓以后一定痛改前非，找回初心，好好孝敬您。您不能见死不救啊！这样吧，咱们毕竟是一家人，血浓于水，就算您生我们的气，你也得看在您亲孙子的面子上，帮帮我们啊！孩子不能眼睁睁看着父母被逼死啊！好，上次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今天要是再不拿钱，老子直接废了你们！你们干什么？别乱来！哼，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以为我们愿意当恶人？我们兄弟几个也是把身家性命搭进去借给他们的，现在他们拍拍屁股想赖账，想都别想！妈，救救我们，他们真的会打死我的。妈，求你大发慈悲救救我们吧！子女都是父母前世欠下的债，但愿我这次拉他一把，能助他走上正道，别再执迷不悟了。好，我可以帮你们。谢谢妈。妈，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妈，别说一个条件，100个条件我都答应，什么条件都可以。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别后悔。这是他们欠的钱，拿了钱以后不准再找他们麻烦。还是林董爽快。行，既然林董发话了，这笔账一笔勾销。走。妈，我就知道您最疼我了。陈叔，明白了。妈，这就是你说的安排。
你欠下的账，得靠你自己一分一分挣回来。从今天起，你就在集团负责厕所和走廊的卫生。那周凯呢？他去哪儿了？你和周凯结婚这几年，他不断怂恿你忤逆亲妈，扰乱家庭和睦。我尚且看在你是我生的份上，才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但周凯，你以后别再跟他来往了。妈，周凯他其实人不坏，他只是压力太大了。晴晴，你还没清醒吗？周凯就是个没有担当的，这种男人绝对不是良配，我不能留着他教坏我的女儿。可是妈，我是大学生，我在这里当保洁，被熟人看见了，我这脸往哪儿搁？当初你们嘲讽我是个只会做饭、洗衣服、没见识的家庭主妇时，怎么没想过我的脸往哪儿搁？你若反悔，我现在就打电话给银行撤销那张支票。不，我不反悔。可是妈，能不能换个活？我怕我女儿在学校被同学笑话，说她妈妈是个扫厕所的，让她抬不起头。哼，职业不分贵贱，倒是有些人的心分高低。你们当初为了钱，连亲妈都能威胁，那种狼心狗肺的无耻刑警，才真的叫人抬不起头。陈叔，晴晴就交给你了，她要是敢偷懒，直接按规矩重罚。小姐您放心。婉儿，救命！救救我！苏志远，你怎么弄成这副样子？婉儿，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我们好歹夫妻一场，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婉儿，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我们好歹夫妻一场，你不能见死不救啊！苏志远，你受伤了就去医院挂急诊，跑来找我有什么用？我又不是医生。没用的，去医院没用。现在这件事只有你能救我了。都怪秦梦那个狠心的疯女人，是她把我害成这样的。当初是我识人不清，是我看走了眼啊！婉儿，至少你看在我们共同养育了一个女儿的份上，你一定要救救我。志远，苏志远，你开门！苏晴和周凯那两个闯祸兽已经走了，你躲在里面算怎么回事？你出来，我们好好谈谈。有什么好谈的？我很累了，不想说话，我要休息。你少给我装糊涂！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喊什么喊？还嫌不够丢人吗？你这是要去哪儿？苏志远，当初你为了跟我在一起，对我穷追不舍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现在你前妻致了富，你就想把我一脚踢开，对我弃之不顾了。行了，秦曼，大家都是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年人了，少整你们年轻人要死要活负责任那一套。我现在对你没感觉了，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咱俩到此为止。你想走？话没说明白之前，你今天哪里也不许去！撒手！你给我放手！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撒泼打滚的样子，简直就像个市井泼妇，你连林婉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好啊，你个苏志远，你现在倒是看不上我了。当初是谁对我死缠烂打？既然这样，你就别怪我无情。啊，我的脚！我倒要看看你这老东西偷偷摸摸藏了什么宝贝。这不是你送给我的那条项链吗？苏志远，你拿着我的项链打算去送给谁？你管我送给谁？这项链是我花钱买的，现在我拿回来天经地义，我想送给谁就送给谁，你管不着。你不说我也猜得到，你不就是看林婉现在有权有势，翻身立足了，就想拿着这破项链去对她摇尾乞怜，求她跟你复合吗？苏志远，你可真是个不要脸的绝世老渣男。对，我就是渣男，那又怎么样？你以为你是个什么好东西？跟你这种疯婆子多待1秒我都嫌恶心。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拿走啊！
秦曼，你不能走，把文件留下。滚开！你就等着死吧！婉儿，事情就是这样。秦曼那个毒妇不仅差点打死我，还偷走了所有的材料款和材料客户信息。现在各个工地的负责人都在找我要材料，供货商追着问我要钱，我真的要被逼死了。我实在没办法，只能来求你了。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烂摊子是你自己做出来的，我也没办法。婉儿，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的。顾燕是全球材料大佬，你帮我找他帮忙好不好？只要他肯出面，肯定能解决供应材料的事儿。婉儿，我求求你了，你今天若是不帮我，我离开鼎盛地产的大门就会被那些要债的生吞活剥了。如果你见死不救，我今天只能死在你这儿了。苏志远，你还要不要脸？你自己惹的祸，凭什么赖在林董这里？保安，把这个无赖给我轰出去！婉儿，算我求你了，你看在我们曾经那么恩爱的份上，再拉我最后一把吧。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来烦你。住手！这是最后一次，我去替你请顾总出面，但成与不成，全看他。这本是苏志远咎由自取，可若不彻底解决，他必定会像狗皮膏药一样，天天来集团闹事，甚至影响到鼎盛的声誉。可是为了他去麻烦顾燕，真的好吗？婉婉，你怎么会在门口？顾先生，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怎么了？你说。是苏志远的事。他被秦曼骗光了钱和材料款，现在走投无路，跑来求我帮忙。你别误会，我对他早就没有任何情分了，绝对不是对他旧情难忘，只是他现在被逼急了，我不想因为他的事儿给集团造成麻烦，也不愿意以后再看到他三番两次来这儿闹事儿，惹人心烦。我知道你在地产界人脉广，能不能……我明白。你答应了？放心吧，我会利用我在地产界的资源，想办法帮他把材料的事情压下去，帮他度过这个难关。不过你听好，我做这些绝不是为了苏志远那个渣男，我愿意出面，仅仅是因为我钟情于你。我不愿看你再受到一丝一毫的困扰，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顾燕，谢谢你。这件事本与他毫无关系，都是因为我，才让他这么费心费力去处理苏志远留下的烂摊子。等这件事情彻底平息，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他。事情都压下去了，我已经和那几家供应商打过招呼，所有的材料今天之内就会正常供应到各个工地，项目马上就能全面恢复开工。顾燕，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了，如果不是你帮忙，鼎盛这次不知道要面临多大的麻烦。婉儿，我做这些本就是心甘情愿，我们之间永远不需要说谢谢。小姐，顾经理，那个苏志远刚才在楼下大厅因为失血过多直接晕倒了，我已经让人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了。知道了，陈叔，你派个人去医院盯着他，等他醒了，明确告诉他，他惹下的那些烂摊子，顾先生已经全部替他解决了，但一码归一码，集团因为他造成的经济损失，我会让律师团队整理好所有的账目，正式向他追偿。明白，小姐，我这就去办。林总，好消息，秦曼落网了，警方以故意伤人罪和盗窃财产罪将他刑拘，证据确凿。这回他肯定要在牢里待上好几年了。恶有恶报，那苏志远呢？他也进去了，有人实名举报他在负责项目期间疯狂收受回扣，警方直接去医院把他带走了。不过苏志远在进看守所之前死活闹着非要见您最后一面，说是有话想对您说。不见，他落得今天的下场，纯属咎由自取。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小姐，我刚刚得到消息，
顾经理他要把手头的工作交接完，准备离开了。离开？他要去哪儿？离开？他要去哪儿？顾经理走得急，这会儿估计已经到机场了，连送都不让我们送。顾燕，你不准走！你帮了我这么多，我绝不允许你就这样一声不吭的离开。陈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姐，对不住了，我也就是帮顾经理打个配合。你居然联合他们一起骗我！我不这么骗你一次，怎么能逼你认清自己的内心？毕竟我也想知道你到底在不在乎我。那你现在知道了吗？婉婉，看到你刚才急着追出来的样子，我知道我得逞了。顾燕，你都多大岁数了，还耍小男孩谈恋爱时的小花招？婉婉，不管我在商场上有多老成，我的心里却始终有一块地方，永远停留在那个暗恋着你，却只敢躲在角落里，胆怯的连一句话都不敢对你说的傻男孩的时光里。婉婉，你还记不记得，其实在你很年轻的时候，长辈曾为你定下过一段婚约。其实我前段时间就想起来了，那段婚约的对象就是你。那你……曾经我一直以为那种豪门联姻包办婚姻是一定不会幸福的，我以为我和苏志远那种冲破世俗的自由恋爱一定能白头到老，可是事实证明我错得彻彻底底。我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渣男，错过了真正爱我的人。不，婉婉，只要我们对对方有情，我们就没有错过，一切都还来得及。从过去到现在，我顾燕的心里始终只钟情你一人。婉婉，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照顾你一辈子吗？嫁给他！嫁给他！我想，我们要不从看一场电影开始吧？我要把我们年轻时错过的遗憾全都补回来。好，我都陪你。